离总统大选剩23天尔，民众党的郭文德今仔日是登去伊做市长任内动工改建的南门市场拜票。针对伊甲田地改造停车场的争议，伊强调会赶紧甲这红门土拢扣起来，嘛愿意甲停车场的所得捐出去。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要行入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计划。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召开两岸政策记者会，讲若就职了后，一冬内就要恢复甲中国沟通。挂手套亲自体检做送交，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21登去后头厝，到家己台北市长任内动工改建的南门市场拜票，民众团商热烈欢迎，也送赞祝福保重。也毋过最近因名下红压出有新德市农用土地，煞出租做停车场。郭文德搁一摆表示，会赶紧考虑阿毛图收到的租金，也会愿意捐出来。作为那个游览车停车场用，是最近这2年多才该补所得税的要补，我会捐出来没问题。我还拜托那个黄国昌找一个律师，你知道来处理。对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表态，要将含伫争议的万里老厝交付公益信托，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郭文德认为，爱厘清违建，敢是会当管。赖清德是启动环岛拼图系列造势，以军兴台湾国家建设计划为重心，要前进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计划。头一站选择宜兰，赖清德宣示会以4条药方改善宜兰交通问题。我要推动高铁延伸宜兰，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国道2号衔接苏花公路改善计划。台62线西滨快速道路延伸到宜兰头城。另外，国民党侯友宜回访本命区新北市，替党内立委候选人助阵，也召开两岸政策记者会，带出2目标、3监督、4战略，没跳掉红抹红的标头。两会的对话，海基，一个是民间的交流，继续的往前走，而且我在就任1年里面一定会重启两会的对话协商。全面恢复民间交流，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以后，逐步推动下一个两岸的贸易谈判。侯友宜表示，拿当选就职1年内一定完成两岸及其监督条例立法，重启两会对话交流，佮甲中国透过ECFA平台解决贸易争端。记者综合报道。